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8月18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燕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咱的友邦巴拉圭，回程是过境美国旧金山。赖清德伫旧金山停留9点钟，出席校验了后，坐坐回轮机，今仔透早已经回来到台湾，冇发表谈话。贝尼亚总统相当罕见的，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再一次的公开强调中华民国台湾和巴拉圭共和国共享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是兄弟之邦。贝尼亚总统宣誓会持续推动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各项合作跟交流，也会进一步的巩固两国的邦谊。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侯友宜宣布幼教政策要求基本票，讲要开1亿1000万改善新北市的托育环境。若根据美丽岛电子报上新的民调，民进党赖清德支持度是3.5%，维持领先。不过郭文哲这阵是吊车尾，去予侯友宜超车0.2%，小可赢过。又见幸福。新北市教育局17举行公私立幼儿园园长会议，市长侯友宜宣布加投入1.1亿，推动幼儿教育政策，优化托育环境抢公票源。112学年度，我特别要求我们教育局一定要投入1.1亿，增加经费，让特教机会再加码，设备安全再提升。特色课程再创新。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昨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三甲岛的情况下，民进党赖清德保持第一，支持度35.7%；国民党侯友宜加民众党郭文哲分别是21.9%加21.7%。侯友宜以0.2%小可领先郭文哲，后郭进入黄金交车。不过，若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嘛参选，4个人支持度较悬殊是赖清德34.8%，侯友宜加郭文哲拢是18.9%，郭台铭是12.9%，赖清德领先的幅度更扩大。郭董，看到民调有改变你的决定吗？我们开始看出民调垫底。因为蓝军的回流，蓝军的团结，它的民调往上快速的提升，大概从6月底到7月底，大概增加了接近6个百分点。选情较热，朱立伦也讲，内部民调显示，那赢回流比例已经到75%，希望继续加油，等来到80%以上。民调上尾的民众党郭文哲表示，选举到就开始出后步。针对部分媒体昨日收到录音，讲是郭文哲内部会议伫批评赖副总统访问美国的代志，伊赶紧说明。反正选举到了，奇奇怪怪的事就越来越多，此风不可长了。我们就叫我们中央党部去警察局报案了，就看看到底是谁做的。郭办除了第一时间说明，民众党下晡嘛到调查局，针对假的郭文哲声音批件正式提出检举。目前台北市市调处已经知影相关的情形，并展开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局早起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水豪特报，尤其是苗栗南投雨会较粗，要特别注意。另外，台中甲彰化会上雷公雨，咱来看分图。受到低压带影响，今仔日天气较无稳定，新竹以北、宜兰甲中南部会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雨势来甲真紧阁真猛，尤其是苗栗甲南投雨会落较粗，要注意单雷公、风麦车头。山区有崩山的风险，提醒观众朋友尽量莫挖紧。其他的所在，甲片湖、金门、马祖、过道嘛上大雨。温度方面，今仔日南部云较高，落雨。日时的高温30度左右，其他地区高温是31度到33度。来看高雄甲屏东昨上大雨，落甲真猛阁真凶，实在是袂赴小透。地区真侪所在拢淹水。屏东的东港有徛家，水是淹甲徛到遐悬；若高雄山滨甲鸟青，水是淹甲腰。
求助路国道上北的交流道，因为积水封半点钟，市长陈其迈嘛紧取消上北的行程，遭4个所在勘灾。车驶伫车路亲像咧驶船，因为积水差不多是3/4的车轮管，互车路加做水路。现场伫三民区九如路国道上北10道口封半点钟。三民区、礁清区附近的本馆路积水上深，大细车拢掉伫路顶悬，交通大拍夹。还有凤山区凤林路东福街点仔路，也因为管线水流不正，互人坑挂冲破路面，造成5公尺长、3公尺宽崩塌的所在，紧急由封锁线来管制。因为上班时间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就归类的范围就越来越大。昨这场大雨造成高雄市42个所在积水淹水，差不多早起10点左右陆续退去。水利局表示，部分地区10分钟之内落雨已经超过排水设施的保护标准。市长陈其迈也紧急取消上北行程，连遭4个行程勘灾。超过65毫米的这个强降雨，就可能会有部分地区的这个积水的状况。市府想要针对雨水下水道切到做检讨，想出更较好的改善办法。不过气象局有讲，南部雨势恐惊继续到拜六，也互民众有寡烦恼。就遐第延时强降雨过来，中央加园浸水恶望。另外，屏东县东港镇较低所在也面体积水，规间厝拢浸伫个土水内底，上深的所在到大人的脚肚。啊，在土个乌糟鱼，个乌糟鱼啊，闭一个窟。啊，伊在。做工程的吼，伊本来有咧抽出去，这2天路拢无抽。民众讲过去毋捌积水这么严重过，怀疑是边仔时间工地无将地内底积水抽了，搁拄到地延时强降雨才会安尼。后续只好等好天才好好来整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美国联准会公布7月底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记录，决策的官员又万烦恼讲通货膨胀可能无法度解决，所以除非状况等好，若无未来可能会继续升利息。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官方公布第2季外国投资的金额比去年同期是减8.7%。外界分析，中国的政策接变化，即阵搁实施新版的反间谍法，拢是外国唔敢投资的原因。再来看《中国时报》，王立强讲家己是中国的间谍，4当前亚康中国创新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向心因翁仔某讲因介入2020年总统大选。台北地检署侦办了后，今年5月第2届决定不起诉处分。若向心因翁仔某去互拨乌，涉嫌违反国安法，拢总1300多只。即阵总算是洗清间谍的歹名声。来看咱台湾的太平岛伫咧南海，战略位置是真关键。不止高煞传出讲，因为当地网络上慢，咱驻守伫太平岛的海巡官兵都会开漫游收中国的信号。外界质疑安尼是会引起国安危机。那 NCC 是要求中华电信要提出措施，改善当地网络信号。驻守太平岛海巡的官兵伫上前线守护边界。责任重大，所以因为当地网络上慢，有风声讲遐海巡甲驻岛人员差不多拢开漫游，连中国的移动信号来上网，引起国安的疑虑。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来岛上然后你要用网络就用漫游。中华电信2013年伫东沙岛、太平岛投入700万建立2G 服务了后，2017年搁开3000万的预算，透过卫星传输提供3G 甲4G 的服务，不过信号也是无好。台湾基进指出，官兵用中国的信号上网，都是国安危机，烦恼中国可能会趁机会偷摕咱的资讯，收集咱工作的内容。为提供驻岛的同仁更便捷的网络通讯服务，海巡署将持续与数位发展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以及中华电信共同研议网络服务提升的方案。NCC 回应讲，太平岛的通讯是靠中心2号的卫星。不过，中心2号的边款优先供应给军方的重要设施，地属边款无够官兵使用，会监督中华电信来做改善。最近会调整卫星的边款，嘛会增建有备的卫星站。南海有真重要的战略地位。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战区公开卫星影像，中国伫咧西沙群岛的中建岛，若像有起跑道，可能部署关岛中啊，踮伫空中时间较久的无人机来做监控。因若伫咧附近的越南是头一个受到冲击。
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在海洋的这个巡逻跟维权之外，那它无人机当然也有助于这个掌控那个周边的像一些这个美国海军的一些这个海上的动态等等，甚至作为这个长程飞弹的这个目标的搜索跟这个标定使用。苏浩宏表示，中国伫南海已经起4座机场，中国岛的机场要做啥物用途，也要观察。若是部署反舰无人机，无排除会用伫掌握美国军舰的动态。国军连日进行飞弹测试，17号早伫屏东九平基地试射，有风声讲是天宫2型甲3型的飞弹，飞弹嘛有顺利升空，展现各座飞弹成果。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有天宫的空军上校要收现金的官员，出卖国家情报给中国。检方对早发现讲，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一个姓陈少校谋杀案已经收押禁见。按照根据统计，伫咱台湾做间谍，平均判刑干那1年半，和后尾国家19年比起来，实在差太济咯。而且国安法去年修法通过了后，已经超过1年，拢还未施行。间谍案持续炭烧，姓刘的空军退役上校标出吸收6个现役的陆军、海军甲空军军校，7个人拢同起诉。检方政治部队则发现讲，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空军1号的上指部嘛牵连在内。有一个姓陈少校涉案，遭到封声押禁见。环境基金会董事长陈东山警告，这是严重的国安危机。讲咱国强调防判刑边境的刑度，敢若有年半，甲欧美各国边境19年差伤济。像我们立委的一些考察，我们去做专机的时候，他们是负责这个地勤的啊，所以等于他掌握了空军1号还有行政专机的所有行程啊。这个实际上是严重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近年来，我们发觉在保防工作还有反情报工作这上面有很多的漏洞。目前台湾面临上低刑度定了伤轻，地方法官就间谍案有轻判的空间。若看最近间谍案判刑的案件，刑期上重的是前陆军上校向德温签署导航承诺书，各收乌西钱，轰判7年6个月。退役上校杜永新是犯国家安全法法定组织未遂罪，轰判4年。也那海军退役少将谢富祥是意图危害国家安全未遂，轰判5个月。刚开始认为都爱修法，也那国安法修法伫去年5月就3读通过。经济间谍上重判12年罚1亿，不过正院拖超过1年，新法还未上路，应该伫立委嘛看袂落去。坦白说，我们也觉得行政部门的脚步真的应该加快，相关的主责的部会应该尽速把需要这个定好的，包括尤其是这些关键技术的部分，赶快把它拿出方案来。共谍案的部分，其实依照现行国安法都已经可以依法科以相关的刑责，所以这跟修正后这个是否施行无关。杨正仪表示，间谍会当以目前国安法条文来审理和裁罚。修法的部分，目前要卡伫国家核心关键技术也未认定。也若针对甲间谍罚伤轻的批评，国科会副主委陈其忠回应讲，有真侪行政程序爱走，按算上紧12月份会完成审查，报请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前一阵仔瑞典发生小古兰经示威的情形，当局嘛无禁止，指出伊斯兰国家是真不满，毋若公开谴责。甚至有恐怖组织放调讲要发动攻击，所以瑞典即阵是甲威胁警示有关到第4级。瑞典今年爆发真一正反伊斯兰示威，个公开烧古兰经。瑞典当局用言论自由无禁止这种行为，结果双互伊斯兰世界真生气。该大组织顶一周末个呼吁对瑞典发动攻击，互瑞典升级恐怖攻击警示。En avsikt med att sprida hat och hot, det är ju just att skapa rädsla och trygghet. Och därför är uppmaningen, precis som statsministern säger, att vi ska leva som vanligt. Men det innebär ju inte att vi behöver göra anpassningar, och det är samhällsaktörer, myndigheter, verksamheter. 不过，安全局长也强调，希望民众继续过正常生活。瑞典甲邻国丹麦是全球自由程度相关的国家之一，温准对个别宗教进行批评，无禁止受宗教的切。只是过去1年以来，暴力伊斯兰分子带来恐攻威胁已经欠悬。巴黎驻黎巴嫩大使馆顶礼拜互人评一条汽油弹，好在无爆炸。瑞典首相指出，虽然合法，不过无代表这种行为是适当的。Och det är inte regeringens uppgift att recensera den, utan vi har den vi har.
Gunnar Strömmer har tidigare beskrivit att vi analyserar ordningslagen för närvarande och ser om det finns skäl att göra förändringar i den. Men det är ett traditionellt lagstiftningsarbete. Så när jag säger att människor ska besinna sig så betyder det att jag tycker att allt som är lagligt inte är lämpligt. 瑞典会8月初开始已经加强边境管制，最近有真济西方国家佮更新对瑞典的旅游警示。美国也伫7月1日呼吁公民去瑞典爱提高警觉。公司新闻邓慧珍报道。马来西亚昨有一架私人飞机无张蹄落落来，启动着一台奥多拜甲汽车，造成机顶8个人落地2个，拢总10个人死亡。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飞临机顶的死者大部分拢是政治人物。在沙哈兰一条主要公路对峙现场，车路甲草埔有一盏高高的火虎，有的所在还在庆烟。Di mana dalam proses untuk landing, 2 minit lagi untuk landing, telah hilang kawalan daripada tower dan terlepas di jalan raya, dan di jalan atas jalan raya dia telah langgar satu motosikal dan satu kereta. 在现场人讲，飞机落来时阵爆炸导火，部分的碎片飞出去，拍到一台机车。另外一个在机场工作，已经是马来西亚空军的人讲，看到飞机的飞行无够正常。根据大马媒体报道，社群媒体流传事故者名单显示有真济政治人物，各正是行政议员，做哈利哈伦不幸罹难。现场遭碎遗体检视个确认身份。民航局长马哈马德表示，这架飞机为度假小岛兰卡威出发，为飞去。虽然澳洲当地的艾米纳镇附近，在特别高飞的飞行过程当中，无发出任何求救信号，请求降落也得到稳准。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爱尔兰银行15系统各样，就算客户的口座内底已经无半仙啊，所以要是会当去领钱汇款。致使侪民众趁机会抢要领钱，人是侪甲爱排队。若即阵已经修理好势，银行讲确定系统无受到网络攻击。不过，伊嘛呼吁偷领钱的民众紧甲钱摕回来还。画面内底当看到 ATM 提款机前人排真长，所有人拢抢要领钱。爱尔兰银行15传出内部系统故障，致使民众会当超额领钱，就算小户内底拢无钱，也是会当转出差不多1000欧元。银行手机应用程式甲网络银行的服务拢同齐受影响。虽然目前已经修理好啊，不过也是有扰乱到社会秩序。There's a huge queue. First time I ever seen it there at the moment,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I don't know what it is. 中华外国媒体报道，系统差不多伫拜日下晡开始故障。爱尔兰警方迄天发现境内一寡 ATM 出现无正常交易量，而且伫暗时8点至半暝期间，接到至少40通相关的报案电话。社群网站嘛流出一寡人规定伫提款机头前的影片，所以分派警力到部分提款机自首。爱尔兰银行是爱尔兰4大商业银行之一，代志发生了后已经公开回释了，表示银行会对这个技术性问题展开全面的调查，目前确定甲网络攻击无关系。另外，会将超额提款的户头注记透支借款，呼吁民众赶紧甲无收家己的钱还互银行，若无会影响到个人的信用评分。这个的财政部也对央行下指令，要求说明这个事故，并进行检讨改善，防止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意外。公司新闻两眼编译。来关心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乌克兰的部队伫南部的前线，即阵是传出好消息。经过几日天的对战，已经甲顿内茨克州的一个砖头收倒转来。不过，罗西亚最近是继续攻击南部的港岛敖德萨的측村甲港口。美国和乌克兰拢谴责这款行为，讲罗西亚会害全球的粮食危机愈来愈严重。乌克兰陆战队的第35旅16公布一段影片，看出因伫的南部战线顿内茨克地区，无空中援助的地面战，收复一个1000人口的乌罗扎因砖仔头，蓝色的国旗升起来，全体士气正悬。Підрозділи морської піхоти України продовжують успішно звільняти населені пункти. село за селом, вулицю за вулицею. 乌克兰国防部是正式收复乌罗扎因，向南方的阿苏海搁推进一步。俄罗斯的国防部是表示讲，俄军的空袭和火炮的攻击，伫这个区域已经对乌军造成重伤害。不过，乌克兰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嘛承认讲，东北区的库皮扬斯克战线的局势已经面对第2摆可能轰拍落来。
像是俄罗斯是恢复对南部的乌海港市奥德萨边仔纽西出口设施的攻击，无人机连续几暝拢攻击多瑙河三角洲的港口高层和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阁一摆谴责，伊讲攻击乌克兰港口都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威胁，影响亚洲、非洲政治社会的稳定。美国嘛批评俄方的做法，讲当咧找其他的港道继续出口乌克兰的粮食。乌克兰东南部第聂伯罗的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国土防卫军全力在做演练，模拟射击和防御阵地。在地这对爸仔囝，56岁弗洛德米尔和29岁丹尼斯嘛有参加。因原本是做运输的，去年2月战争开始了后，因就互编入去共一个国土防卫旅，在战场顶悬继续做共一家伙啊，互相扶持，嘛希望会当较紧转去过原本的生活。На одну булочку на двоїх їдім. Я за нього переживаю, він за мене переживає, коли не разом. Ну, а коли разом, друг друга криємо, прикриваємо. Буває також, що з одної миски їмо, з одної кружки п'ємо. 公司新闻室会长编译。今日国际有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世界。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发生规模6.1的大地震，民众拢惊甲走出来街仔路。其中有一个查某人无细枝为窗仔射出来，不幸过往。另外，还有几若千人是紧急撤离。来看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和罗西亚拢总11只军舰通过宫古海峡，军舰无入侵日本的领海，研判可能是咧联合巡航。安尼日本是继续咧警戒监控。美国、日本甲南韩要举办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甲南韩总统尹锡悦拢已经出发去美国。岸田文雄表示，这场会议是三国加强战略合作的机会。安那尹锡悦嘛讲，峰会会是新的抗战。镜头转来到国内，台化工系实验室曾发生爆炸导火意外，拢总有9个学生着伤送病院，其中有2个烧烫伤较严重，另外7个是去互烟砸着。实验室的教授表示，苏当时研究生在做实验，论真来讲，这款实验是真简单，嘛做过真侪届啊，所以这爆炸原因要该调查。画面中，一旦看到火星弹开，火焰开始冲出来，有学生囡仔徛伫台化工系馆外隔马路，翕到中昼发生的火灾。台北市消防局随出动20台消防车、9台救护车，拢总有9个学生囡仔，包括2个外国学生送医，其中2个伤势较明显。目前大家都有轻微呛伤的一个情形，有2名会比较严重，所以在第一时间那时候有先做一些清消的动作。那都没有生命的危险。起步迄当时，学生囡仔讲有听到声，想讲单位讲，系管其他所在学生囡仔是讲代志发生了后，看到白烟真大。听到嘣一声，然后就有一堆白烟，就大家就知道要跑出去了。起步地点是伫那中文教授的实验室，伊讲早准备踏入去，就发生起步，门嘛受破击。伊解说研究生进行是普通的油压实验，做过真侪届，无需要老师伫边啊，佮不会这甲离电池的制停无关系。就是一个油浴锅，然后里面有一个加热的化学反应，就是这样。那个反应是在高压釜里面，压力也不高。就我个人认知，应该没有太危险的状况，因为做过很多次。台大校长陈文忠嘛赶到现场关心顺序，伊讲用上紧的时间甲师生撤离，系管爱确认无问题了后，才会重新开放。主要是我要先确认师生的安全，这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其他这个财务损失，总是我们后面可以想办法来处理。是安怎做简单的实验会爆炸导火？校方表示，交由相关的单位调查清楚。9位受伤学生囡仔分别送台大万芳甲和平病院。万芳表示，到院6个伤患无吸入到化学物质甲外伤，拢是较轻的砸伤，会先留院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讲话歹嘴，人无爱和你斗阵，甚至有可能爱拍官司。桃园有清洁队员要求民众家己甲粪扫拼上车，一个民众煞就甲清洁队员错歹听话，这清洁队员就去报案，要告这个民众。有律师认为讲，这款行为已经犯侮辱公务员的罪，相当爱关1年。粪扫车哪驶，民众哪倒粪扫，一个穿乌衫的查甫人，赶粪扫挖过，叫清洁队员替伊等。互记住了后，竟然甲伊错干6跤，无甲伊斗胆粪扫，就去用乌白骂。这个事件发生伫桃园8地，清洁队员这口气是吞袂落，直接去警察局报案，讲要甲告。回头就是骂一句国骂，就是3字经这样子。那队员觉得说他可能就是因为帮他协助丢垃圾，所以在骂他。
嘛有其他的清洁队员拄到无理性的对待，若去用乌白骂，嘛有人挑工甲弄着。当然有民众资源回收无分类，要求伊重新分好好势，想袂到这几大地，民众要是硬甲拼对车顶去，甚至工作人员嘛去互击着。队员其实他的体力也是有限的，一天可能一条线上服务的民众没有500也有1000啦。如果硬要我们队员每个都去帮忙协助的话，其实是强人所难啦。但是我们尽量协助是没有问题的。导弹本色并不是清洁队员的义务，若是乌白骂，虽然是头一个开，不过爱付出的代价恐惊是真大。对公务员有辱骂或是有强暴、胁迫等行为，都可能会构成刑法妨害公务罪章。那如果我们是对公务员辱骂3字经的话，可能会构成刑法140条的罪责，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甲执勤的公务人员当场乌白骂，相当会面临1年的有期徒刑。免若出现威胁，甚至是动手的情形，这恐惊会涉嫌犯伤害，也佫有恐吓危安罪。记者综合报道。伫网络顶购买物件是真方便，连警察的装备嘛买会到。警察局表示，买警察的制服无违法，不过若穿警察衫假作警察，就可能会违反刑法，上济会当罚15000块。现代人网络买物件真方便，就连警察用的物件也买到，亲像是警察制服甲番球水，当然伫网络买到，恐惊引起疑虑。警察局表示，番球水无属于管制物品，除非含有加速气体，才会列入警械规格表。管制物品，例如说警铐、警棍，那你未经许可贩售、持有，那这依照警械使用条例第14条是可以没入，并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来移送法办。警用的服装配备的部分，那确实取得容易。按照现场的态样，我们要客观去辨认，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警察同仁在执行相关的勤务。虽然警察制服无属于警械，单纯是买或者是买未违法，不过若穿警察制服打扮假做警察，可能违反刑法159条规定，应处15000以下罚金。若进一步无从警察行使职权，上悬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所有台北市警察执勤的时阵，伫制服顶悬挂亲像情色网站的商标，影响警察形象。不管是服装啊，或者是配饰啊等等，那以后我们以前一直这样要求，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一样这样要求。那对于刚刚这个个案，我们回去会了解状况。议员呼吁台北市警局应该有完善的宣导，员警爱兼顾形象。这代志单纯是个人行为，99%拢是非常优秀的员警。警察职务是公认的，唔通互少数的人影响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50岁李先生，因为旧历甲新历的生日对袂起来，就去户政事务所调出示的证明，才发现讲身份证顶悬的日期拍唔对啊。户政事务所行政疏失，讲因为较早户口抄本是人工抄唔对，日期才会定打起，建议民众更换证件。不过，这个李先生讲伊食到50岁啊，身份证、护照、银行卡，所有资料要改正，要了真侪时间。这个也要办了，这个也要办了，这个也要办了。甲皮包内底证件摕出来，一张一张设伫桌顶。住伫台中市大雅区的李先生愈讲愈气，因为大概伊参加宗教活动的时阵，总会互人提醒国历甲农历生日对袂下。最近伊去户政事务所调阅出示的证明，发现家己记录是3月25出示，不过家己所有证件顶悬生日拢是3月23。原来是户政人员抄录的时阵唔对。你们公务机关所造成的百姓的一个错误嘛？因为我们资料是给对的啊，50年的资料，我一下子我怎么改？你例如说健保局、银行，对不对？还有这个监理站，各单位，还有外交部这个护照问题，你看我每次去每一天，如果一排的话，就是1天。那我就等于通通不要工作，就每天在那边排队。李先生批评户政单位的疏失，所爱伊开时间去改。大雅户政事务所特别承认错误，不过讲会当协助通报税务、监理、台电、台水、地政、健保署、劳保局这单位同步改新。不过护照、银行甲保险这资料也是爱家己办理。目前敢会当建议民众赶紧改正，按来无办理关系户籍资料的业务，像讲遗产继承的时阵会出现错误。如果使用连贯性的户籍资料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资料有错误，那可能他也要再来更正。
在紧急的状态下又要更正资料，那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不便。今年4月，台南一个陈先生，予邮局发现身份证2号竟然甲婚姻一个已经过身的王先生同号的情形。同款这原来是人工抄写发生的错误。台南市民政局是讲，早期人工抄写看唔对，户政系统伫1996年电脑化了后，出错的比率已经大幅度降低。记者综合报道。正大册城进前传讲，花莲店、台南店8月底要收单，各界拢真关心。不过，即马上新的公告是讲会继续营运落去。创办人讲，册店未来会转型多元经营。那台南市文化局表示，会甲册店买新册到推广来支持。徛伫册柜头前，献家己兴趣的册，原本正大册城、台南甲花莲店，传出月底要关起来，各界拢真关心，嘛互因真侪鼓励。即摆册店决定要继续经营落去，嘛推出专管7.3折的优惠，互人客。正大册城的创办人李明辉表示，册店多元经营是未来趋势，嘛一定要转型。但继续恶化落去，拢无改善。伊估计全台册店会关甲剩250间，就是要拉近人与人的距离。更加频繁的办一些作者还是议题性的对谈，就是他作者跟读者之间是应当有心灵上的沟通。希望他继续在，因为他其实不只是一个购书的商业行为，还可以提供应该说一个城市的风景吧。最主要还是要营造整个台南市民的那个阅读环境。面对数位时代，实体册店就歹做生意，台南市文化局嘛用行动支持业者，因为图书馆若要买大量的新册，就要公开招标，委托代理商来订册，来来回回要2个月。这个月开始，文化局甲无同的实体册店买一寡册，帮助因维持落去。另外，嘛安排各类型的头人带民众踅册店买册。一方面，这个书的主题清楚，我们也具有一种推动阅读的效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加速新书的购置，它也可以实质的挹注了这个我们实体书店的这个营收跟经营。目前台南实体册店有52间。文化局指出，册店是城市重要的文化空间，甲人文场所。因计划未来会以阅读推广甲活动参册店合作。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为了要提升公务人员的服务品质，新竹县政府6月到7月用抽考的方式，打电话予县政府的各单位测验因接电话的态度。有4个人摕到满分，那另外有4个人无够标准。所以来县政府会请相关的单位来加强训练。新闻组你好，新闻处你好，我是瑞云。电话接起来，用亲切的态度回答民众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款的问题，拢爱第一时间找出答案，替民众解决问题。仔细听清楚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先听清楚，再告诉他方向。我们尽可能就我们知道的，或者我能够问的。去告诉他这样。其实我们平常就是要接听电话的时候，就是要回复，就是问候语啊，然后毕姓长，很高兴为你服务这样子问候。所以其实我们也不会知道说有被测试到。新竹县政府透过举办接听电话礼数测试，测试单位用一般民众的身份打电话予各单位，测试服务品质，以接电话的速度、礼数以及回答的内容做评分标准。好的服务跟有感的执政要从说话开始。那其实电话的沟通上面，那是最常接触到一般民众在做相关施政的时候的第一线。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电话的礼节测试呢，来做相关的一些考核。经过2个月时间的测试，120名员工中有4人摕到100分的好成绩，不过嘛有4人无达到标准。县府讲会依照成绩来请相关单位加强训练，提升公务人员服务品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为了要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培养人才，嘉义县政府准备甲台湾美乐、台湾思科等等的企业来合作，要伫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做伙开科技人才课程，希望提升南部伫资讯产业甲智慧科技的专业。透过无人机的协助，伫田内底喷药啊，也是利用监测的设备来了解种植的环境。嘉义县的青农就讲，气候、人工对农业产生的问题，透过科技的设备，会当有机会来解决。这样的产官学技术的整合，那就可以让我们未来的
人力需求不用再那么吃紧。过往可能是固定时间去喷洒，可是你现在就可以针对它的状况，用影像的一些辨识，然后靠无人机去喷洒，那你就节省了很多人力，而且你可以更精确的去控制这植物的发展。智慧农业是嘉义县目前长期发展的目标。为了要加强产业甲人才，嘉义县政府甲资讯科技企业合作，要伫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开设科技人力的培育课程。毕竟在学界，我们里面的技术有时候比较难跟上业界的步骤，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到这边来实习，或者是再跟这边合作的话，我们可以跟业界、跟学界两边可以配合得更好。透过 AI 的分析，你可以抓到重要的事情，你不断的重复，然后可以去透过数据的分析去细化，你就可以带动你的产量的增加，你的品质的优化。这是整个 AI 的它的目的，应用在无人机，还有应用在智慧农业。嘉义县政府指出，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内底原本有进驻无人机生产的企业，未来搁配合资讯科技软体企业的合作甲课程，有若培育相关的人才，嘛替台湾无人机产业带来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进前有人伫公共政策网络倡议平台提出一礼拜休3日的想法，真侪民众是拢真支持。不过落尾行政院讨论了后是无施行。按在新北市有一间做健康检查诊所，为今年7月开始招待生，实施一礼拜休3日。蔡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护理人员替民众安排各项健康检查，个耐心做卫教解说。这间伫新北市的健检诊所创全国的先例，伫员工的薪资福利条件无变，所有员工逐工工作8点钟，每个月敢若上班18天，等于是周休3天。工作跟生活是都要并重的，所以我觉得说，把工作集中之后，事实上我们效率也会提升，蛮大的时间可以有充分的休息的时间，然后也可以让我多陪陪我的家人，还有因为我有小孩。诊所表示，台湾护理师毋但工作无闲，而且薪水无悬。开业2年，捌有60外个医护人员离职。为了营造友善医护职场环境，为今年7月开始试办弹性周休3日，甲检查量集中伫4天礼拜六甲14天平常时啊，无想到会当满足受检测的需求，佫会当互员工更侪休假，也佫会当确保业绩持续成长。我们把所有的工作量集中在18天来做，我们的目标是1个月能够做到520个肠胃镜。我们还是7月还是做到了。政府对于在面对这个医护人员的困境以及缺口的时候，那应该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个对策来提升法律上的保障？那我相信这才是关系着民众就医品质最重要的一环。医界团体是讲，即卖的医疗院所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元，无法度全部适用。不过，只有营造友善工作环境，才会当甲优秀的医护人员留调，兼顾到民众就医的品质。记者综合报道。诈骗简讯该唱手，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即阵受简讯会假做中华电信，讲你有一寡点数要到期啊，要赶紧去换商品，要求民众写一寡个人的资料，连信用卡号码嘛拢爱填。不过，事实上是诈骗集团要偷录民众的信用卡。初步清查有200个人，拢总哄骗超过2000万。有去警局备案啊！警方强势压制，甲人饲伫涂骹。查甫人软电子支付的老胖，用百回 App 介绍偷录民众信用卡，买高价品免开10000钱。娘的卡号是为倒来的？到那个中华电信的简讯啊，说。有那个点数可以换手机还是耳机吧？点进去网页跟我说要刷1块钱，说才能换，输入信用卡资料，没多久银行就打来啊，所以你刚刚有没有被刷10几万？简讯一直入来看甲心烦，加中华电信提醒你，小户积分特别到期，把握时间点连结登入领好康。有民众被骗填写个人资料，嫌犯同步伫美方所告，成功3月这个所在各大百回 App 加因的名加入会员绑信用卡，民众收到银行的 OTP 验证码，无怀疑照因的指示写网站的资料，不法集团也当闪过银行的认证机关。初步经查，大概有200多名的被害者。那初步
统计的损失金额大概是2000万左右。到案的犯嫌有坦诚那个犯案的手法，但是也是避重就轻。那警方持续的在做一个追缉。今日头前，这个姓林的主嫌等人锁定手机啊加黄金，买这个高价品了后，转卖变现金。警方初步清查有200人受害，透露的金额看就2000万。专案依照诈欺洗钱这个罪嫌移送。记者综合报道。过过2礼拜就要开学啊，不过各地头煞拢传出校车流标的情形，开学恐惊是无校车通坐。有业者表示，车无司机，而且司机的年岁、有车使用的年度拢有限制。佮加上疫情过后，民众旅游的需求增加，司机走外口是比驶校车佮较好赚，才会出现这款情形。叫做的时阵，学校是正点拢无声，敢若一寡参加司机辅导的学生，但是过几礼拜都要开学啊，结果即马传出有一寡学校的交通车流标。没有那么多的车子，然后没有那么多司机，也对。第三个，所有的薪资都调高，那学校给予的这个交通车资呢又偏低，所以呢势必一定流标，没有人愿意去承接。公路总局开放一般大客车的驾驶，年岁对65岁延到68岁，但是教育部无爱予延年岁的驾驶来驶学校的交通车，而且做的车阁爱是5年来的新车，加上疫情期间欠工，疫情较好了后，民间旅游的利润可能较好，造成厂商真歹找。以新竹市来讲，有3间高中本地是根本就找无驶校车的驾驶，好加再解决。经过积极的邀标和协商，新竹市高中的校车皆顺利招标完成。政府甲学校斗3工在开学进前解决校车的问题，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交通费是增加真多。交通费就要1万多块哦，现在变2万多。现在变2万多。如果很远的话，我住竹东哎。你住竹东哦，都不方便了。学生交通车其实年龄的部分要稍微比较谨慎一点，一定要有具体的视力、身体健康的检查资料。如果需要差额补助费用，我们能酌情当中的去提高，毕竟现在物价确实是有一些物价通膨的问题。对敢是要放宽驾驶的年岁和租的车的年岁，家长团体是表态无支持。教育部是回应表示讲，已经招客运这相关单位做下部会协商，会以学生的安全做上大的前提。大家做伙讨论，看敢阁有更较适当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关怀文教基金会伫校早举办台语公布营，让爸爸妈妈带囡仔做伙学台语正音、练声音甲表情。落尾正式伫录音室录公布节目，参加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民众坐伫录音室用台语小解家己，体验录公布节目。这是关怀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台语公布营，让民众讲台语，可以当学公布的技巧。老师有教我教讲，就是若是咧做想要做一个学公布的人，莫就是讲话的时阵莫有会使，安尼可能人听起来就是较毋好。这个电台的这个广播吼，对阮来讲吼是一个足新奇的迄个经验，嘿，嘛感觉足趣味的安尼。2天的公布营活动，小解公布的发展历史、录音的设备，过来就是台语的价值、声音大小参速度，上重要的是声音表情的掌握。喜怒哀乐，吼，伊拢有无共的声调。嘿，你都爱，那就做一个优秀的广播人员，你需要配合这个情绪来发声。这个广播营主要是咧教小朋友，其实广播加台语咧结合，就是互因平常时都会开讲啊，会讲话啊，会伫咧厝甲爸爸妈妈讲话，所以阮举办这个亲子的广播营，就是互因用台语落去讲话。关怀文教基金会表示，台语广播营已经办10多档。因嘛发现用这种浸水式的教学，囡仔人会真自然开嘴讲台语。最近这几档嘛开始有外县市的家庭特别来中华参加，可见民众对母语活动愈来愈重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时代改变，便利店、大卖店愈开愈侪间，伫网络买物件嘛真方便，伫使传统市场豆豆啊落济。不过依然有一个少年人真介意洗菜市。伊会晓讲台语、华语、英语甲日语，佮结合音乐带游客洗菜市。台语台青春爱日梦，这礼拜六暗时7点半，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少年人要安怎推广菜市的文化。
哎，真的哈，所以各位，等下因为它刚刚真的现炸出来的哈，你两边夹的时阵，一口一口小口咬。休热期间，学生对老师去宜兰南北馆市场校外教学，这是宜兰成立上久的菜市仔，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慢慢调，慢慢选啊！有花咧卖菜甲卖肉的声音，也有各种的杂货啊。房主位红号做是少年阿公，伊带学生来认捌伊从细汉到大汉的所在。菜市仔是都市甲农村的连接，房主位希望会当保留菜市仔的文化甲传承，甲农地留予后一代。其实咱从产地到餐桌这一条龙的路径，设一个菜市仔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能了解咱过去到现在农业生产的历程。那如果学生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可以把这些菜市场一些元素、文化元素，把他们种进去他们的心里，然后未来我们菜市场文化才有延续的可能。真侪学生对菜市仔的环境是真兴奋，透过房主位甲学校的老师共同设计实景解谜游戏，让学生主动学习，勇敢开喙找答案，为市场美食、技艺甲文化三个层面，认捌菜市仔内底古早的智慧。我觉得它跟我平常想的非常不一样，它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就是除了平常买菜以外，还有很多可以体验的东西。兄弟啊，为台湾出发，让亚洲其他已开发国家的学校老师，拢有机会来到台湾，来到宜兰，找少年阿公，咱来去设菜市的过程，了解农业甲生活的关系了后，其实每一个都市内底的菜市啊，都是世界行的农业生活的一个入口。你有看咱遮，其实咱当地宜兰市哦。配合教育、文化也有食食，少年阿公房主位拍拼向外界推广菜市仔的文化，进一步了解家己土地故事甲文化，为后一代留下更较好的环境。记者陈兴竹、吴一修，宜兰报道。天气热，就高山拖北方。亲像咱台湾今年天狗节的疫情就特别严重，已经超过1800个本土病例，若伫全球嘛已经超过300万例啊。若是蚊仔，因为高温，阁会产生真侪病虫害、酸等农作物。卫生人员伫厝内甲厝外四界喷药消毒，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都伫眠床顶发烧，连物件都食袂落。南美洲的普鲁今年6月爆发当地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天狗热疫情，超过13万人感染，至少200个人死亡。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性应现象、气候暖化，造成蚊虫大量生产。WHO is preparing for the very high probability that 2023 and 2024 will be marked by an El Nino event.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re also fueling mosquito breeding and the spread of this disease.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全世界感染天狗热的病例为2000年的50万人到2022年的420万人，20年来增加超过8倍。今年敢若伫美洲，都有将近300万人感染，若搁加上天狗热上主要的疫区亚洲，感染的人数可能会真惊人。About half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is at risk of dengue, and dengue affects approximately 129 countries. 天狗热伫世界真侪国家拢造成威胁，台湾当年的热天嘛拢会有天狗热的疫情，今年的疫情看起来是更较严重。为这张图的数字就看得出来，甲顶一摆发生性应现象的2019年比起来，台湾今年到目前为止，天狗热的病例明显是增加非常多。而且除了台南上界严重以外，疫情佫直接下过北回归线，互云林县嘛变作疫区。专家表示，这显示气温飙悬对台湾的天狗热疫情影响愈来愈大。但是真侪人会叫是，若拄着天狗热，喷药来消灭蚊仔就好啊。专家讲，平常时保持环境的清气，才是对抗天狗热上好的方法。药反倒转来爱喷愈少愈好。好同时，咱莫定定去喷药啊。恁知影讲，你定定去喷药啊，拢无去清迄垃圾。你敢喷药啊？这蚊虫就有抗药性。若是讲咱突然间若是咧大流行，有迄传染病咧流行时阵，你去转药啊，迄拢无效。除了天狗热以外，蚊仔可以传染马拉利亚、开工热、猪卡病毒等等各种的病。专家表示，以台湾目前的环境，马拉利亚会搁再流行的可能性并无大。但是，参照开工热、猪卡病毒这种会伫人口集中的城镇传染的病，确实有需要加较注意的。
另外，气温升高会大量生团的虫，唔那网啊尔。去年伫屏东甲高雄的柑仔蜜，就去互一种白菇蟳传染毒素病，造成小脏现象无法度收成。台东的稻啊，嘛因为突然间出现真侪真久毋捌看过的乌龟仔虫，互农民损失真严重。即摆因为气候变化，所以造成讲这原来无讲介重要的次要的海棠，即摆看压起来，一压起来，大家毋知要怎处理。所以一规个东部这稻米的水稻的山区其实影响较真大。专家表示，因即马伫推动每一个乡镇拢应该有一个食物医师，随时提醒农民爱注意虾米新的病虫，要安怎处理，才会当应付因为气候暖化愈来愈严重、愈来愈复杂的病虫害。记者甘文恩、曾俊佑综合报道。天气反常，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北半球的高温是一直在打破纪录。有的果子树无水灌溉，有的阁伤早开花，面临旱害。亲像美国，就因为温度升悬，有够成的桃仔受损断。各国政府是拢投入经费，要改良农产的品种甲设备，来适应气候变迁。一大片的果子园为空中看是发甲真旺，毋过我近一看，未少树叶啊拢拍伤，有的果子树甚至已经打起。最近美国一直拢冠军，严重影响农作物收成，互乔治亚州种蜜桃的农民是真烦恼。So in February, all the peaches have blossoms on there that bloom because it got so warm. And once they're blooming, they're susceptible to cold or any type of damage. 气候变迁造成极端降温，真侪温带水库拢受害，亲像伫南法比利牛斯山骹，5月左右就枯旱，树仔欠水灌溉，果子是落规涂骹。另外，贵在颠倒品的南半球，去年到今年初，反性的现象，互阿根廷的农民真歹过。真侪葡萄经过低温冻伤，今年全国总产量5成比去年少4成，影响葡萄酒制作甲出口。Problema porque hay ventas, entonces, si bien no va a afectar directamente el próximo año, nos va a afectar para las próximas dentro de 2 años. 气候问题爱长期抗战，无论是关温枯旱，也是暴雨淹水，拢影响土价、农产附近生态环境。有农民用更加新的渡水设备甲灌溉方式，为改进其他的农作物。亲像地中海果子园已经能看到热带水果，部分乔治亚州种蜜桃的果农是种成长更较南平的柑仔类水果，要科学家改良品种。希望能改变菜色水果特性，适应极端气候。其他亲像 AI 感测者的科技，农业也慢慢普遍，只有收集农作物生长甲周围环境的大数据，改变种的方式，应对气候变迁。各国政府也投资真侪钱，除了农损补偿金，也建立能源体设备、防灾措施。面对极端气候，农业爱行出新的道路才有生机。公视新闻杨眼朋友。温度高可能会热死人，宠物当然嘛挡袂牢。中国有民众为着要互家己的狗仔出门散步会当较受亲热，就开始买会当降温度的凉衫，是不只事实。不过兽医专家是建议讲，天气若准伤热，上好互狗仔踮伫室内莫出门，才袂着煞破病。上海日头赤炎炎，互人感觉真野生。对主人出门的狗仔玛丽，说是10万杯才有活力，因为伊身躯穿一领讲是会降温的凉感衫。通常的话，我们出门如果是超过30度以上的气温，我会给它穿一个降温的衣服。这个衣服的话，就是通过把它打湿之后，在外面水分蒸发会带走热量，那么它就不会那么的热。尤其是因为这个衣服给它的肚子这一块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降温效果。李小姐听见狗仔真拍手，一领狗仔凉感衫开500块人民票，伊讲要伫家己的能力范围内非常好照顾。另外一个狗主人讲，经过去年上海称冠军的经验，伊去年同款为狗仔准备秘密武器，摕出冰伫冰箱的凉感架，互狗仔穿。中国最近确袂到出现40度以上冠军，伫这种情形之下，点仔路、暗头路路边的温度可能超过65度。烫伤猫狗的脚，万一着山，那严重恐惧一半以上几率会死亡。那么他们的症状有可能从一开始的大喘气、心率加快，还有呼吸加快，到最后他们严重到神经的损伤、脑部的损伤、癫痫，50%到56%的宠物有可能会因为中暑而死亡。专家表示，避免宠物着山上好的办法，其实不是穿偌好的防护装备，是伫特别热的时阵上好踮伫厝内。
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7点之前就遛然后晚上的话就遛的时间比较长，让他们在晚上有足够的放松的时间。专家提醒，看狗吹散步爱避开日时上关粉的时间，才袂互狗仔抓到破病。公司新闻张惠敏评论。天气报你知，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2度，南部地区25度到31度，东部地区25度到33度。华岛地区26度到31度，各有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